大家平安。大家进入到第3礼拜，是用喜乐的心迎接耶稣基督的出世。伊所带来的就是以马内利的祝福。以马内利就是上帝甲咱同在，耶稣甲上帝的同在带到伫咱的中间，徛起伫咱的内面，咱要徛起伫伊的内面。以马内利的祝福就是救赎甲平安。所以，咱伫迄个情的中间，咱会当看见，只有耶稣基督，伊来到伫世间是上帝，只有伊会当带以马内利的祝福互咱。像咱伫迄个所在咧分享，咱讲即伫世间有侪侪的国家，侪侪的神明，包括咱台湾有侪侪的民间宗教，拢是人咧找神。敢若咱信主的人，咱所信的上帝，天顶创造天地的上帝。伊来到伫世间来咧超找人，所以伫圣经的中间，咱看见迄个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，伫迄个中间讲，耶稣来到伫世间是要来超找失落的人来救伊。侪迷失的百姓伫即个世间的中间，上帝找耶稣基督来超找迄个迷失的人。所以有一个姊妹咧甲我讲。伊信主10年，伊发觉教会有足侪的问题，是安怎信主的人要亲像圣经所讲的，有包容、有赦免，有缘，有真侪人会黑气伫迄个中间。伊咧甲我讲，我发觉教会就是一个小社会，有人会骄傲，有人会自高，有人会个性，有人会情绪，甚至有真侪人伫迄个背后讲侪伤害的话，人甲人的中间有纷争，有攻击。我甲伊讲无毋对，教会无完全，就是一群的罪人徛起伫迄个所在，就是安尼。耶稣毋才来到伫阮的中间，耶稣来到伫世间，伊要超出失落的人。伫约翰福音讲，因为上帝伊疼世间人，将伊的独生圣子来赏赐互咱，互既然信伊的人袂沉沦，会得到永远活。所以，上帝将伊的独生子来到伫咱的中间的时。伫即个中间咧证明一项事，耶稣的出世就是上帝，伊真正是来到伫世间咧超找人的一个真要紧的一个证据，真正的实际的行动，毋是上帝咧超找人伫遐讲我疼世间人哪定，是真实用实际的行动来到伫世间来超找失落的人，为着要救赎因。所以来到伫马太福音的中间伫彼得后书第3节的中间，撒母耳抓伫遐讲，伊超找人乃是迄个心志，无爱一人沉沦，爱人人拢反悔。今仔日我咧服侍的中间，撒母耳句即句话，已经成做我真要紧的态度，抢救灵魂。耶稣来到伫世间的中间，是咧抢救灵魂。迄最后我甲来分享，马太福音第1章21节，伫迄个所在讲，当上帝找伊的使者来甲玛利亚来甲约瑟甲伊讲，你生即个囡仔，你着爱甲伊号名叫做耶稣，因为伊要将百姓来脱出因的罪恶。百姓的罪恶就是咱家己的情绪，有侪个人的迄个所想迄个自以为是，咱的行为惊大，咱家己所想的自以为是的，有真侪时阵产生的罪恶，抵到咱甲上帝。袂当搁好，咱袂当，咱有犯罪，咱袂当甲上帝搁好。所以耶稣来到伫世间，要担当咱的罪，伫遐即个上要紧的，一定要甲合做耶稣。迄个耶稣就是伊要将伊的百姓救因脱出罪恶。所以伫遐照着玛利亚来怀孕了后，第23节迄个中间，伊搁甲伊讲，人要叫伊的名叫做以马内利。但先是对因罪恶的中间救因出来，迄是一个救赎。然后伊阁要甲伊的号名叫做以马内利，翻译就是上帝甲咱伫地，证明耶稣基督甲咱救赎了后，伊要带咱进入到伫以马内利上帝的同在里面。所以伫世间的中间，你毋通讲你引出一个人，叫伊认罪了后，我欢喜接受耶稣基督嘴讲的，我承认我的罪，安尼就了。安尼抑阁无够，耶稣来到伫世间的中间，上界要紧的迄个，毋是干啊！你迄个认罪哪定？伊会救赎你哪定？伊若救赎你到伫遮煞，迄个目的抑阁无够。真正的目的是要带咱进入到伫上帝的同在的内底。所以伫
伫遐耶稣来到伫世间的中间，咱看见伊毋来，咱咧讲上帝，伊主动来伫遮超找人。耶稣来到伫世间，伊家己表现，伊主动伫遐咧超找失丧的灵魂，迄心灵艰苦的，伊伫遐咧家己去找撒该，甲撒该讲，我现在暗要倒到伫恁兜。耶稣家己亲自调故意用中昼时来到伫撒玛利亚城，伫咧等待迄个姊妹，迄个姊妹拢毋敢见人，伊侪人拢咧批评，伫后壁拢咧甲伊论断，所以伊毋敢甲人相甲做伙。总是耶稣坐伫迄个所在时，互伊知影，你虽然有这个你有5个丈夫，你有犯罪遮尔济的罪，总是我是迄个活命的水。你若来倚靠我，你欢喜来改变，你欢喜来承认你的罪，你头前的生活你就充满了平安。咱看见这几个因的生命的改变，充满了喜乐，毋是干那因那定。耶稣毋是干那医治人的肉体来迄个医治人的心灵。咱看见毕士大池有一个病痛38年的，耶稣嘛是调故意到伫迄个毕士大池迄个所在，伫迄个所在讲无人办真理吗？耶稣迄个时阵甲伊医治。有人带变衰的到伫会堂的中间，耶稣甲伊医治伊的迄个到伫变衰，互耶稣要医治的。耶稣讲的一句话，车名嘛是安尼讲：你的神救了你，身心灵。你毋但肉体要得到医治，你的心灵会欢喜快乐。佮一项就是连你的灵魂拢爱要紧。所以耶稣你上帝来到伫世间找人的时，毋是干那你救恩那定，你认罪那定，救赎你，毋是干那迄个救恩那定，干那到救恩无够额，是爱进入到伫上帝的同在，你爱继续来追求。我有为着一个兄弟祈祷，迄个兄弟伊拄着真大的艰难，伊的心中一直拢无好势。找医生找足久无好势，后来人甲带来到伫小组，伊到伫小组的时，后来虽然有祈祷，伫伊足艰苦的时，逐礼拜、逐日，阮伫遐昨天祈祷会时，伊家己足早啥物时间来，伊就跪伫教会的迄个圣殿的头前，伫遐祈祷。祈祷了后，伊搁来入院，伫入院的中间，已经是挂上诉挂到足严重的，人已经足虚啊！伫遐讲，请牧师来甲洗礼，牧师伊甲洗礼的时，伊阵活起来。伊阵坐起来，我甲讲你拄啊艰苦，你真快坐起来。伊讲我毋知影，我著敢若阵好起来，阵好，阵真正好起来。好起来了，身躯臃肿，开始无用伊的生理啊，开始无用伊的工作啊，就离开教会，安怎叫都叫袂来。所以救恩毋是敢若耶稣基督，你认罪了，救恩你摕着就了啊。较要紧的，你著爱进入到伫上帝的同在内面，你甲上帝建立迄个密切的关系。你较会当来享受到真正伫主内底所带来的救恩甲平安。假使你若无进入到伫上帝的同在，平安要对倒来？你甲人的人际关系，你用人的方法，社会有真济的扰乱，也搁咧颠簸你。总是你若进入伫上帝的同在，虽然有这个问题，总是你却会当伫上帝内底得到快乐，来得到逃亡，来得到这个。所以就是安尼。耶稣来到伫世间，伊家己做互咱看，伊主动去超找遐失丧的灵魂。总是伊上天了后，伊讲我要小数恁圣神，然后我找恁去做这个工，就是恁爱去互万百姓来做学生，毋是干那你的亲人，是你身边有需要的人，你看见需要，你就需要去传。你若去看见需要，毋是看见你介意的人，你甲传福音互伊。咱看见伫迄个好的撒玛利亚人。当遐个一个人伫迄个路林咧行，去拄着贼，互伊拍到半死的时，遐个利未人，遐个经学师对遐过拢无插伊，总是迄个撒玛利亚人，照讲因是对顶呢，因是无关系的人呢，但是伊甲伊搬山，伊甲伊再到伫迄个客店的中间，伊的伤，甚至继续伫迄个事后的中间，佮钱交互客店，讲若佮有需要欠亏，我佮互你。咱看见即个好的撒玛利亚人。什么人是伊的厝边？毋是伊所介意的人，是伊的对敌看见需要，他就去帮助。所以耶稣讲，所以恁著爱去招万百姓来招因做你的学生，毋是看见你感觉讲我会当带我就带，袂当带我就带。当我相信上帝若甲你感动的时，迄个无高水的人，迄个伫你身边的人，你有缘欢喜去甲伊搬山，去甲伊扶持。耶稣讲哎。招万百姓来做我的学生，甲因行洗礼，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，
互因毋若得到救恩，佮爱进入到伫上帝的同在的内面。今仔日你传福音，是你爱家己去讲，你爱去分享，去做见证。伊讲，既然我所命令，伫迄个罗马书第10章15节讲，若无奉车减会铁团，恁若无讲，恁若我咧呼召你，你若无去分享，我感动恁，你若无欢喜做，安尼遐个人要安怎得到福音？所以恁着爱出去传，恁着爱看见需要的，为伊祈祷做见证。恁若安尼做，恁所传的福音，恁的脚步是何等的水？伊就遮着运用咱今仔日所咱的圣经，根据咱今仔日所读以赛亚52章的圣经讲的，我差遣你，你欢喜行，你有感动，你去看见需要的，你去做遮个工的时，恁的脚步是何等的水？所以咱看见。咱今仔日所读以赛亚52章第70到第10节的中间，伊伫遮讲报好消息，传和平，报好福气的好消息，传救恩的。对锡安来讲，你的上帝要做王啦，你的脚伫山顶是何等的水。咱看见这个背景是咧讲起，当遐犹大国到伫最后，因得罪主，上帝一摆一摆机会互因的时，因拢也阁去拜偶像，无回转到倒来上帝的时，上帝用300个中间，互遐个人掠到伫迄个巴比伦的中间，因伫遐徛起，因流浪。咱看去，但以理因一群勇壮的人，后来咱阁一直看，有第2批、第3批收掠到伫巴比伦的所在，因伫迄个中间，耶路撒冷所存的是一个破弃的城墙啦，定因的迄个教会，因的圣殿已经拢受毁坏。所存的就是遐个软弱的百姓徛起伫迄个中间，所以伊伫遐就伫迄个巴比伦后来去互波斯国，伫遐甲因灭亡了后，换波斯国做王。迄个国的王讲：恁会当转去到伫耶路撒冷，重新起设恁圣殿的城墙。哇！遐个百姓非常的欢喜，有感动的人，恁转去头一批将近4万人。所以伫迄个所在，就有一个人开始哇，有一个足欢喜的，可能是因的亲人，就开始一直走。你知影对巴比伦要走，转去到伫耶路撒冷，迄路程是偌远呢？非常的远，因就迄个好消息，我一定爱转去报，就开始对巴比伦一直走，搬山过岭，爬起伫山顶，佮爬起来山骹，搬山过岭，一直就是要赶紧走转去耶路撒冷。第8节讲。听守望的人，有一群的人非常的伤心。是安怎？阮敬拜上帝，上帝离开咱，互阮收了到伫巴比伦的所在。因伫看见教会家己的城墙趴远，圣殿趴远，因心真艰苦。因就伫迄个所在祈祷。即群的守望的人，因伫遐听见迄个对巴比伦走转来的人讲：“我报你一个好消息，鼓励王放我转来呢，要转来去圣殿呢。”哇！遐个人非常的欢喜，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，就出大声欢喜唱歌，感谢主，上帝要转来啊！离上帝离开，不是真正上帝无伫因中间啦，但是因离开上帝，上帝就尊重恁，无有上帝保护嘛。但是上帝已经要转来啊，所以第9节的中间，拜托，甲我用一个。伊讲耶路撒冷旁。这个所在开始有欢喜的声，原来是芳，因为耶和华将这个消息、救赎的消息，互阮听见。耶和华上帝要转来啊！哇！这以色列百姓永远转来，这是耶和华对阮的安慰。耶和华上帝透过你所报的消息，互阮得到救赎。阮感谢主，耶和华上帝伫万国的中间，不是干那以色列百姓听见这个好消息尔，这个救赎。是由原主的圣手，上帝大有能力的手，要伫万国的中间来行这个生业。是当时因受了所存的一群的百姓，因会当看见上帝，亲目看见上帝的拯救，搁一摆临到伫因耶路撒冷的所在，连万国四周围的人也拢看见，因要看见上帝真正是伫这个所在做王。上帝做王是上帝做主，耶和华是主。上帝耶稣是我的主，上帝是阮兜主。迄个主是啥物意思？是互上帝掌权，是顺服伫上帝的旨意，是照上帝的旨意来行。所以当这以色列百姓
当因伫真绝望的中间，听见对巴比伦伫遐搬山过岭，即个人所带来的消息，咱圣经拄伫第70讲，即个报好消息的，互阮心欢喜的，伊的脚业是好得的水。迄个报安慰的消息，咱看见真济咱教会的中间，有真济人来信主的时，打来面的时，面容拢无笑容，面拢真郁卒，甚至拢看着足歹看，咱毋知影伊水伫倒位。总是咱看见当伊欢喜来信主，因的心改变，因欢喜行伫主的道理的中间。我看见我的会友真济人信主了后拢变作水，所以人来讲，陈牧师你拢袂老，啊你哪会哪来哪好看？我讲嘿啊，信耶稣会哪来哪水啊？你若爱做帅哥美女吼，较热心敬拜主咧，因为你心充满了喜乐，你会越来越有神的荣耀、神的荣光。信耶稣会哪来哪水？你的脚业是何等的水？迄个报好消息的脚业何等的水？迄个忧郁症自杀过来变的来信耶稣的人，伊开始改变的是，迄个带伊来的，毋那伊的脚业水。连伊的手所做的工的水，连伊的嘴所讲的上帝的话，拢何等的美好。原来报好消息，互咱看见教会有真侪人性命改变。这个爱传好消息的人，也是咱侪人拢相甲报好消息的人。你敢袂感觉讲咱教会，那亲像遐个人的改变，亲像水花开伫咱教会的中间吗？所以体会到耶稣基督这种的心志，我做工的态度，我就开始无共。伫前2礼拜，有一个姊妹是因为伫前几届阮有拄着，落来讲因先生生癌，希望会当去甲祈祷传福音。这个是最近人较带来教会，然后阮就去因兜甲祈祷，甲传福音。传福音了后，因先生迄个时阵，我有想讲要带伊决志，伊真认真听。我讲你有相信阮所信的耶稣无？你若真正欢喜来信阮所信的耶稣，我这个时阵要带伊决志。迄个时阵因先生无答应。总是后来，阮去甲探访了后，因太太捌讲一句话，讲因先生的体会，因嘛有足侪朋友伫因先生生癌去住院几啊届，即摆佫复发的时，嘛有足侪朋友去找因先生。但是因先生家己安尼讲，伊讲外面的朋友来拢足切的，虽然来甲伊看、甲伊安慰，拢足切的。伊体会到，遮会信主的人去看、去甲伊交陪、去甲伊讲话时，会体会到真正信主的人。来咧，甲伊探访的，迄是对心内真正充满了疼，真正是咧关心，伊体会会到。阮无做啥物货，但是阮就是甲安慰、甲传福音，甲伊讲真济的见证好听。人安尼接受福音会改变，所以阮去后来，我家己有去甲看一摆，甲祈祷那定，因为有一个朋友伫遐足娇吵的，我就无有特别甲传福音，干那甲伊讲几句话了后，我甲安慰、甲鼓励、甲祈祷。到伫2礼拜前，因太太甲我写，当然我甲因太太有咧讲你着安怎伫伊的身边祈祷，你逐工着爱牵伊的手祈祷。即摆你伫恁兜，你是一个服侍者，然后我着甲伊讲，你着爱替伊祈祷，逐工拢替伊祈祷。恁兜放诗歌，我有讲足济，互因太太听，因太太也照安尼做。有迄工阵甲我写讲牧师，阮先生医生讲剩即2日尔，剩即2日尔讲。我甲伊讲，我请牧师来祈祷，敢好？伊讲好，伊就甲我讲，请你来甲祈祷。我甲讲好，我若无用暗去，伊迄阵甲我讲已经足晚，会丰富呐。我讲若用暗无法度去，我明仔载也会去，因为我要抢时间了，我爱抢时间，所以我甲伊讲，我明仔载也就去。我准甲小会，因为伊伫教会已经洗礼，我就甲小会员讲，迄林园教会，我甲迄个第2长老讲，我讲你款落边。你圣餐款落边，我要去甲传福音。伊若人清楚，决定无爱决志，无爱洗礼，我尊重伊。总是若昏迷，我要甲洗礼。我尽本分甲带到上帝天堂的面前。伊要入去毋入去，迄伊甲上帝关系。我至少我有责任带到伫上帝的面前。中集同工3、4个拢款变啊，照我所讲的，我甲伊讲圣餐的饼。摕1块就好，你剩的拢毋免款。咱伫教会拢2块，我讲耶稣是一个尔，咱用1块饼就好啊。耶稣一个尔啦，若是教会准备2块，我嘛要备1个，我2个贴做伙要1块。
耶稣一个尔是安怎要变两块啦？毋着变两个耶稣吗？我讲耶稣一个尔定，所以你摕一块饼来，咱遮6个，我算个5个，我准用迄块饼8，咱就好，毋免阁洗块饼。然后我伫车底，我就甲因讲，我是一个退休的牧师，照体制，我袂当洗礼。我讲我咧抢救灵魂，我先甲因讲，我有2个会友，我有过去过来为伫病院，若真正到尾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，因拢2日一定着过身，若要过身的拢是安尼。总是若有其中有2位，着现插讲插到规个啊，洗礼了阵活起来啊，到今也搁咧做礼拜。洗礼了阵活起来，我哪会当无抢救灵魂啊？我讲照体制，我无应该甲你洗礼，总是这个人恨要死啊！你要搁参详恁的小会议长，根本就来不及。我讲这个责任，我家己来担。我真无代表着一间教会，我代表是上帝的老母。所以我伫迄个时阵，我伫车底甲伊讲，我今仔日我无代表你们教会，我代表是上帝的老母。所以我伫迄个时阵，我就去。迄个人拢无法度金啊！我甲伊传福音，我甲伊讲，你爱甲上帝讲，上帝今仔日若要带你去，你讲耶稣，你救我，你爱认罪。我甲伊讲的拢讲了后，我甲因太太讲，伊拢无应嘛，无法度应。我甲伊讲，我正要做决志，你替伊讲。我甲因的先生讲，你担心来讲。所以我带伊认罪，带伊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然后我就甲伊行洗礼。咧洗礼，我拢有甲迄个意义，是安怎要食饼，是安怎要啉杯。我甲讲了的时，因先生手举起来，本正拢袂叮当，手举起来。若照我嘛毋知影伊的意思是安怎，但是我的心态是，我做我该做的。我的后来过无偌久，过日就过身，过身因查某囝。来不及传福音，来不及准备，因查某囝决定一定要用不教的方式。我甲因太太讲，你甲尊重，你若甲伊会感觉信主的人，那凡事都可行。我就甲讲好听，我的会友因兜咧做一贯道的道场，伊一定我甲讲，你一定爱顺服恁婆婆，伊若爱你拜不要紧。但是我甲伊祈祷，上帝你赦免我心有余力不足，总是虽然这是道段，但是是我敬拜你的所在。人的心态较要紧，是我敬拜你的所在。所以主啊，赦免我，开始为着因兜的人祈祷，因先生改变，因婆婆看法改变。圣殿毋是一定得爱偌水，一定得爱是物价好偌好看。咱看去非洲，因干那草料啊，用迄个石头安尼缀尔，因就伫遐做礼拜。因复兴啊，所以我讲，我顺服体制。假使我甲伊洗礼了，因若有活起来，较早咱中文教会顶届，咱同工甲我做伙去，我有哪有交代？我讲进洗礼伊若无清楚，总是伊若有活起来，伊决定要信耶稣的时，迄个时阵就互伊家己来教会决志，直接做坚信礼，讲我家己直接誓约。这个时阵我爱顺服体制，总是进现。命存无偌久，我无病哪会使啦？我病嘛是爱去。我甲你讲，顶届咱的水印兄因后生，水印兄因后生，我头一摆甲伊讲，你要决志无？伊无爱。我过来，我就尊重伊。到伊毋知影人的时，我迄天阮有哪准备圣餐的洗礼甲圣餐的物件，结果。伊阵我伫甲伊洗礼了后，过来伊就过无偌久，伊就过身。我和我牧师咧祈祷的时，水印兄因的囝，我牧师看见天使来到伫世间，甲带去天堂。过来讲我即个兄弟，阮已经甲传福音，因太太拢传福音。阮咧祈祷伊的时，是看见天君天使伫迄个天堂的头前，伫遐咧迎接伊，伊家己。直直行到伫天堂的所在，咱敢会当无抢救灵魂？我甲伊讲，是安怎我要抢救灵魂？伫十字架边啊，耶稣的另外迄个，伊讲耶稣啊，金的
你若到伫天堂的所在，请你纪念我。耶稣讲，永远你要到我伫迄个所在，伫上帝的所在。最后一刻，伊认耶稣做救主，上帝拢接纳伊。我做会到的，我甲伊带到伫天堂的面前。伊若欢喜，伊有机会入去。我到伫上帝的面前，我有通交代。体制真要紧，我长老教会的牧师，我一定尊重体制。总是抢救灵魂的事，我的态度无同，我是上帝的萝卜。所以有一天，灵魂教会迄个第二长老咧甲我讲，牧师啊，要安怎？有一个会友赶紧要洗礼呢。这吼，我的小会议长吼，拢一定在第4礼拜爱欢喜要圣餐，要洗礼。我拢排袂时间排袂出来，即马排到2月，伊要来和会啦，要安怎？伊讲伊想袂出来，伊心足着急的，真无牧师对伊来讲是压力足大。我总甲讲，你去问恁牧师。体制是安尼，我讲你一定，阮袂当，伊要洗礼，阮拢袂当替你代表。但是阮牧师迄个徛的迄个月份，拢是头1礼拜拢阮林牧师伫迄个所在甲伊守圣餐。我讲你去第4礼拜恁和会，你甲恁的小会议长讲，伊若好，咱就安尼做；伊若无爱，咱一定尊重伊啦。我讲伊若好，你就欢喜做。甲伊讲，迄天咱和会，咱先来洗礼好，莫圣餐。咱先来洗礼，咱莫圣餐。阮后礼拜较来圣餐，咱安尼开和会，咱的时间就袂伤久。伊讲好，牧师啊，好佳哉。小会议长讲好了，体制咱爱尊重，我尊重咱的官兵。总是体制是人想出来，毋是袂变通一个。假使若互一个人会跋倒，这个体制拢无重要。我要紧，虽然我无顺服体制，但是我救灵魂，我一定要紧。耶稣基督到伫世间是咧抢救灵魂。伊今仔日将这个责任交互咱，都要到万天，迄个世间会普天的去传福音。咱看见偌济人伊信主了后，咱今仔日伫迄个上尾仔讲，万国看见，万国拢有看见。第9节、第10节，请咱搁互我出来者。伊讲万国的百姓拢看见，拢要看见上帝的拯救。咱偌济信徒，因为伊来到伫教会信主，改变伊一个信主变全家信主，伊的四周围有看见。伊是安怎打来教会无偌久，足济人要对伊来信耶稣，因为四周围的人目睭拢有看见。因兜的人家己亲目有看见伊的生命改变。教会因带人的，因亲目嘛有看见伊生命改变，连四周围的人拢也有看见伊的生命改变。欢喜听上帝的呼召，欢喜去做工的人，因的手、因的脚、因的嘴所做的工，敢毋是拢足水吗？耶稣基督来到伫世间，所带来的是救恩，毋但救恩尔，佮毋望所有的人拢会当进入伫上帝的同在，伫世间上帝的同在，各种的困难，伊拢会帮助咱来解决。毋但安尼，最后佮会当甲伊三甲永远活徛起伫上帝的国度的内底。这是耶稣基督来到伫世间所要做的工。今仔日这个工交代互咱，咱是毋是嘛爱带以马内利的祝福伫四周围的中间？无有啥物，看见需要就做，连你的敌人都要做。这是上帝对咱的呼召，因为伊爱人人得救，伊无爱一人沉沦。三甲来祈祷。阿爸，感谢你，多谢你欢喜牺牲家己的性命，就是为着阮救赎，脱离迄个罪。阮拢已经有体会到迄个救恩，我嘛有体会到你所带来上帝的同在的祝福。阮享受着即种的恩典，所以主，你呼召阮，就爱传好，诚做传好消息的人。恳求你将即种的使命放伫阮每一个人的中间，伫阮正会友的中间，互阮伫中运的所在，侪人因为欢喜传好即个好消息，阮的中运教会要无共款。阮要看见开足济生命的水花伫即个中间，互四周围的人拢会看见即个见证。无形中来吸引搁较侪人来进入到伫你平安的国度内底。阮欢喜用即种的心志，奉献阮家己，互你，也伫阮无够野的中间，将你的使命，将你的大气力
将你的圣神甲阮同在，互阮来成就上帝国的事。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